我係香港支槍係冇子彈噶。5年啦，5年啦，你知唔知我呢5年點過噶？阿偉已經死咗啦，偶像你揀噶。冇錯，呢度就係我揀嘅，位於中山三鄉呢個片區最適宜港人居住嘅地方。第一，呢度港式配套齊全，港人聚集地，同聲同氣。三鄉係中山港人密度最高嘅片區，片區港式業態完善，人民氛圍與香港高度相似。2026年簽約官方香港城規劃，打造銅鑼灣商業街區加跑馬地文旅區域，片區港式配套持續升級。第二，呢度係港式嘅聚集地，黃俊棠等一眾 TVB 明星都響三鄉呢邊埋咗屋。第三，全國獨有文旅歷史 IP， 人民氛圍超級濃厚。三鄉有2個第一，3個唯一。三鄉係國內首個國際標準高爾夫球場落地的城市，係國內高爾夫發源地。三鄉係國內首個中外合作企業落地的城市，由霍英東牽頭打造中山溫泉酒店。三鄉係唯一一個最多港人居住嘅片區，大灣區氛圍最貼近香港，專設港澳便民服務窗口，適配港人長期生活。三鄉係中山唯一一個擁有3甲配套醫院嘅小鎮。三鄉係 Michael Jackson 唯一一個到訪嘅中國鄉村。第四，住響三鄉等於住響度假區一樣。社區大部分街坊都係香港人，語言習慣相通，飲茶傾偈自在融合。5. 跨境專線直達香港1小時生活圈。社區周邊香港直通巴站點多班次直達香港九龍機場、迪士尼，20分鐘直達珠海，40分鐘抵達人工島珠海口岸，接駁深中通道、港珠澳大橋，快速便捷往返香港，兩地通勤。係啦，呢度就係我揀嘅啦。想要更多樓盤資訊嘅，或者想實地睇樓嘅，就 PM 我啦，越睇越爽，得閒查。